沈玉琳傳已能返家休養。有人，她仍住院中過年前都不會回家。知名主持人沈玉琳日前罹患血癌，全面停工，目前正積極治療。孫德榮也說，沈玉琳骨髓檢測報告出來，幾乎驗不到不好的血球。據沈玉琳身邊有人透露，沈玉琳目前狀況良好，醫師評估後已能返家休養，好友們都替她開心。但據悉她其實人還在醫院，雖然恢復狀況不錯，但到明年農曆過年前，她暫時都還不會回家，也就是說她至少明年2月中旬左右才能出院。對此 ，TVBS 回應，一切以玉琳哥的身體健康為主，謝謝大家的關心。孫德榮日前曝光和沈玉琳的 LINE 對話，沈玉琳當時表示，骨髓檢測報告出來是 OK 的，幾乎驗不到不好的血球，生長出來都是正常的血球。表示這一階段的治療成功，之後乘勝追擊，進行鞏固確保的治療。據 TVBS 新聞網報導，目前沈玉琳病況穩定，經醫師評估後已獲准可以返家休養。球證好友潘若迪，他表示這部分我不清楚，外界都希望沈玉琳後續治療能順利完成。據三立新聞網報導，沈玉琳助理回應，治療到一個階段可以請假回家吃個飯，還沒有出院。目前都在配合醫師的指示持續階段性治療，謝謝。預計今年底復工，是有機會的，謝謝。